當下他領了微龍乘司徒協的汽車一同回家，半路上下起傾盆大雨來。那時正是初夏，黃梅季節的開始。黑鬱鬱的山坡上，烏沉沉的風捲着白辣辣的雨，一陣急似一陣，把那雨點兒擠成車輪大的團兒，在汽車頭上的燈光的掃射中，像白錦球似的滾動。片山的肥葉也彎着腰縮成一團，像綠錦球跟在白錦球的後面滾。汽車轉眼間已到了良澤，那雨越發下得翻山倒海。梁太太等沒有帶雨衣，只得由汽車夫撳着喇叭，叫傭人撐了傘趕下台階來，一個一個接了上去。梁太太和微龍的鏤空白皮鞋拖泥帶水，一邁步便咕吱咕吱的冒泡兒。微龍一進門便向樓上奔。他上床之前覺得房間裏太悶了，試着開了一扇玻璃門，幸而不是這一面的風，雨點兒淺得不太厲害。在黃梅雨中，滿山醉紛紛的樹木發出一縫一縫的青葉子味，生長繁殖得太快了，都有點殺氣騰騰，吹進來的風也有點微微的腥氣。微龍靠在櫥門上，眼看着陽台上的雨，雨點兒打到水門汀地上，捉到了一點燈光，滴溜溜地急轉，銀光直潑到尺來遠，像足尖舞者銀白色的舞裙。微龍沒有坐家裏的汽車，走下山去搭了一節公共汽車，回來的時候，在半山裏忽然下起傾盆大雨來，俊俏的梅屑路上，水滔滔的直往下衝。微龍一面走，一面領他的旗袍，攪乾了，又和水裏撈起的一般。他前2天就是風寒內鬱，再加上這一凍，到家就病倒了，由感冒轉成肺炎。他發着燒，更是風急火急的想回家。雨下了多天，好容易停了，天還是陰陰的，山峰在白霧中冒出一點青頂兒。